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5，旧历的3月初2，礼拜三。第二批为中国武汉坐专机返来台湾的361个民众，今仔日正式来解除隔离。其中2个人伫隔离的期间有发烧，经过2届的采检，加在拢是阴性，无感染到。有一个中国籍的配偶是大声来喊感恩，讲台湾的防疫比其他国家拢做了搁较好。伊嘛来学到着指挥官陈时中是心更替人。游览车顶的乘客看到镜头欢喜的手，伊是第2批坐专机对中国武汉返来台湾的民众，88人踮伫南口检疫所，经过14天，总算解除隔离。有人第一个感谢的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。那肯定啊，他真是钢铁人呢，我把他新的钢铁人，他们是废寝忘食啊，医护人员真的。我看到真的很感动，很感动，真的。22号到23号就被封了，所以都没有出来过。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外面这样子。拖好大包小包的行李，游览车将因平安送到捷运站。桃园检疫所嘛有161位的民众，小朋友想要紧回去上课。基本上就是赶快回到学校这样子，赶一下课业进度这样。另外，宜兰检疫所有112位民众解除隔离，一位9岁查甫囡仔为出检疫人员甲护理人员，多谢因一直用心的照顾。各种的画作嘛有人写感谢批，表达思念台湾的心情。隔离期间，361位民众当中，总共有2个出现着发烧的症状，经过2次采检拢是阴性，健康无问题。经过普测，总算会当回去因的厝啊。